大家好，今次我哋會坐麗星郵輪領航星號去日本。今條片除咗會同大家一齊開箱郵輪，仲會去埋沖繩喪食6小時去過8個地方。點樣做到咁順利？片尾再講。今次我哋入住嘅係海景雙床房，房就唔算大啦，但都有貼身位，例如有勁多衣架，又有3腳插頭。放低行李之後，就帶大家周圍行下。船上面都有幾多嘢玩㗎，除咗賭場之外，都有唔少啱大人同細路嘅設施。喺海中心玩飛索，你又試過未先？喺船度咩都想玩，連遊樂室都玩一餐。地方雖然唔大，但長期冇咩人，睇我表演啦！最重要係個無敵海景，真係勁靚啊！俾大家欣賞下日出同日落有幾靚。飲食方面，船上一共有3間免費餐廳，有中餐、西餐同自助餐。只要喺指定時間過去，就可以任你食到飽。當中西餐廳最受歡迎，我哋試過5點鐘都要排隊，都要等到8點半先有得食啊！不過經過我哋試勻晒幾間，得出嘅結論係中餐稍勝，幾日菜式都冇重複，仲幾野味添㗎。話咁快我哋就到咗沖繩啦。第一站帶大家嚟到牛門，呢度有中文 menu， 可以用手機落單，主打和牛單點料理。比起燒肉同埋和牛撻撻，激推呢個和牛海膽三文魚子蓋飯啊！食材堆得勁滿，賣上滿分。打完卡就將所有食材撈埋一齊，口感非常滑嫩，海膽勁甜，加埋三文魚子同埋熱辣辣嘅飯底，我哋一致俾10分滿分啊！第2站就嚟到沖繩一定要去嘅鹽屋。鹽屋喺沖繩有好多分店，入邊全部都係鹽相關嘅產品。必睇必試嘅有唔同味道嘅雪鹽，仲有得試食添啊！話埋俾你知有邊幾款人氣 No.1， 細細樽唔阻地方，用嚟做手信一流啊！第3站嚟到 Blue Seal 繼續食，又係沖繩必到嘅地方。入面嘅雪糕有成20種口味俾你揀，勁想全部都試晒啊！又有期間限定，亦都有當店人氣之選，都真係諗咗陣先決定到食咩㗎。最後我哋揀咗琉球紅茶蕨餅味同埋人氣 No.1 嘅雪鹽曲奇，口感同味道都非常豐富，果然有料到啊！第4站沖繩產直市場，試食2個字好吸引喎，入去睇下先。海葡萄都有得試食啊！真係好鍾意海葡萄卜卜脆嘅口感，又要買返盒上船做宵夜。行多2步就要準備食下一間。第5站係呢間行過路過好易錯過嘅玉屋，想小嘗和牛壽司真係可以一試。全部都係 A5 級數嘅石垣牛同和牛，仲要係稀有部位，所以價錢絕對唔係平，但好味就冇所謂啦。當日就有石垣牛臀肉、後腰脊上蓋肉同埋黑毛和牛西冷，經過火灼之後油香極重啊！幾粒壽司又點可以滿足到我哋啊？即刻嚟到第6站福在玉子燒，成間鋪都係主打玉子料理，今次就試咗有勁大件鰻魚喺上面嘅玉子燒。日本嘅鰻魚有幾好食就唔使講，加埋軟綿綿又 juicy 嘅玉子好正。由於係現場即製，當日冇人排隊，都等咗差唔多10分鐘啊，不過係值得嘅。
隔籬有部自動販賣機，萬一真係好多人排隊，唔想等又好想試，都係一個選擇嚟㗎。食食下又就嚟天黑嚕，好似又係時候食晚餐。呢個國際通屋台村集合咗近20間食店，每間店都細細間，大概可以容納到8至10人，全部都係主打沖繩特色料理。我哋嚟得比較早，未見人群，所以可以慢慢揀啱先入去。今次就揀咗一間串燒店，因為俾店中間滿滿嘅串燒山吸引住啊！如果大家都同我哋一樣覺得 menu 花多眼亂，可以揀串燒拼盤，冇一串係伏啊！咁開心，飲返杯先啦！食完晚餐都可以繼續食，係咪估我哋唔到呢？雖然好飽，但我哋都決定為宵夜做足準備，買定大拖同海膽上船慢慢嘆先。石垣樓都勁靚仔，不過船上唔方便煮食，帶大家望下當食咗啦。要返上船啦，夜晚嘅領航星號又幾靚喎。返到上船，急不及待又開餐，大拖完全冇跟。間鋪好貼心地送埋紫菜、豉油同 wasabi， 海膽超級甜，呢個宵夜好滿足啊！我哋喺咁短時間內順利去晒8個地方，全靠 ASIM。今次我哋用嘅係 Docomo IIJ 全無限套餐，未落船已經收到信號，全程無限高速用量，完全唔使就住咁用。就算不停 upload social media， 係咁開住 Google Map 揾路都零叻零問題。如果你手機支援 eSIM， 仲可以選擇用 AirSIM E， 卡都唔使插就可以出發啦。落咗地，下載速度有成80幾 Mbps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，送份禮物俾你。只要喺呢個日期前用呢個優惠碼購買任何 AirSIM 或者 AirSIM E 亞洲地區數據套餐，都可以有30% 金碼回贈。詳情亦放咗喺 info box 俾大家慢慢睇。提大家，唔係部電話都用到 eSIM 㗎。即刻教你睇自己部電話支唔支援 eSIM。首先開啟撥號畫面，輸入星井06井。如果出現 EID 條碼或文字，即係你部電話支援 eSIM。下條片我哋會帶大家去宮古島，仲會繼續睇埋船上面有咩精彩活動，同埋教大家點樣用 AirSIM 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